我想實現高質量民主，協助政策制定，提高管治效能，改善社會民生。喂，我想有人為業界發聲，創造優質就業，為弱勢社群發聲，保障你我權益。我想選出專業代表，維護國家利益，支持教育創新，彰顯社會團結。12月7日立法會換屆選舉，用你一票實現理想。